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华视在地新闻》，我是徐英莹。新闻一开始来关心昨暝发生的车祸。阿罗哈，客运伫昨暝差不多晚10点的时阵，伫经过国道1号中华花坛路南的路段，形成失控煞并且规台车载落去这个路沟，车体拢变形，驾驶甲人客拢掉伫车内。警消人员赶到现场去抢救，将16个受伤人拢送到病院去。不过，这个意外已经造成3人死亡，1个人重伤，有12人轻伤。初步调查，这个客运的驾驶，这个姓郭查甫人，可能是因为要闪什么物件失控，阵的并车。不过有几个人客呢，指控讲伊敢若有拄久，实际车祸原因，警方爱搁调查。游览车挡风玻璃全部拢碎去，车体嘛变形。入去到内面一看，阁愈惨，这座椅啊拢歪窜去，物件落甲满世界。警消人员来到现场抢救。还有2个还没送。意外发生伫车早暗时将近10点，国道中山高花坛路段，一台阿鲁海客运失控冲落边坡，规台车当场怎变过，乘客受困伫车内，造成严重的伤亡。车上大概有16名，那我们据了解有2名是欧卡。其他全部都送医。警消破坏车体，赶紧将人送病院。不过游览车为什么突然间会变过呢？小物件，小物件，疑似什么散落物之类的。有散落物啊！它一到彰化就整台车就飞下来了啊！一半车子在上面，一半车子在下面这样子啊。他甚至都快要冲出路肩，然后拉回来。我跟我老婆讲，好像在坐云霄飞车。听说那个司机好像有打喷嚏，精神状况不好。被送来病院的乘客想了这场意外，也是感觉真惊。不幸的是，12名的伤患送病院了后，有3名因为伤了伤严重啊，抢救了后也是死亡。整个外观上看起来的话，它最致命的外伤的话，其实基本上是下半身。它下半身很严重的骨折，整个下半身的2只脚都严重的变形。这场车祸夺走3条人命，也佫造成13个人轻重伤。这个意外起因到底是驾驶咧拄久，也是前面真正有物件落来，也佫需要警消调查厘清。